今日我哋繼續邀請到梁同學，繼續幫我哋解答一下《傷寒論》原文入邊嘅一啲內容嘅。喺《太陽經》原文裏邊，傷寒、脈浮、自汗出、小便數、心煩、微惡汗、腳攣急、反乳桂枝湯、得之便厥、咽中乾、煩躁、吐液者，作甘草乾薑湯與之。請問入邊嘅得之便厥喺呢度係點樣理解呢？吐液又係咪齋指嘔嘅意思呢？厥係厥冷，使身體變涼。傷寒症如果唔用桂枝湯，就會有一種情況陷入厥陰病，會出現手足厥冷、咽喉乾燥、唾液分泌停止、煩躁、手足不安、扭動，甚至劇烈嘔吐。吐液係扼液而嘔吐，喺呢個情況可以給予甘草乾薑湯為宜。